量阿僧祇劫，迄个无量阿僧祇劫，离佛道上来讲起来，迄是一个足久的迄个时间，换一个解说是验证佛的进行的代志，迄是足久的代志。我上次迄个物件，有验证佛前，当然，迄个验证佛前当然，迄阵当中伊也袂想到释迦牟尼佛。伊也有信息是咁样，所以伊迄阵，伊研究佛迄个时阵，伊修八地菩萨，即个显慧啦吼，显慧，伊显慧菩萨，即阵伊研究佛，迄阵即个显慧菩萨，显慧菩萨。那个讲起来，已经修到了迄个究竟地，咱我早下讲过，因为菩萨，因为伊对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、六地、七地、八地、九地、十地，这个10地菩萨，但是修到第八地，这个究竟地，究竟地就是讲已经佛已经修过第三阿僧祇劫，那佛因为菩萨，因为修到第三阿僧祇劫一定成佛。所以迄个时阵，因为伊叫做显慧菩萨，伊嘛在成佛。毋过呢，因为过去显慧菩萨当中呢，因为伊修到这个正实，伊的境界是足悬，伊的意义足悬。所以呢，因为伊当时显慧菩萨当中呢，因为伊外道物件，